新加坡出名飲酒貴，所以更加要謹慎去揀邊度飲酒。今次就帶大家去最多酒吧嘅Tanjong Pagar跑吧，你可以當呢度係蘇豪咁，行幾步就有間50大酒吧。第一站去到鼎鼎大名嘅 Jigger and Pony， 連續多年獲選為新加坡最佳酒吧。酒吧其實相當之大 ，cocktail 以 classic twist 為主，味道唔算特別驚喜，但相當好飲紮實。最有印象其實係呢一位酒吧界吳彥祖 James， 上嚟記得 book 定位啊。第二站去到 Side Door， 呢間小清新 cafe bar 係2025年亞洲第53名，店主夫婦都係 World Class 冠軍。佢哋特別在於有特製小食配 cocktail 着重表現材料嘅味道層次，係我新加坡最大嘅驚喜。第三站嚟到 The Elephant Room， 2024年亞洲第65名，以印度香料做主題，同頭先小清新形成強烈對比。鋪頭入面用勁多印度香料，以 cocktail 形式還原印度美食，超特別嘅體驗。第四站嚟到 Cat Bites Club， 亞洲第44名，係一間門口有啲隱蔽嘅 Speakeasy， 特色在於佢哋嘅基酒一係用 Tequila， 一係用唔同地方嘅米酒，或者 mix 埋一齊，口味超獨特創新，好值得一去。最後一站嚟到 Seagull House， 2024年亞洲第15名，呢間吧入到嚟就好繽紛，成條 team 都超有 energy。佢哋 cocktail 每星期2會轉一次，每次有6杯，都係用時令材料嚟做，好似呢杯火龍果咁，飲落超新鮮，用呢度嚟收尾最好不過。下集會帶你哋去新加坡其他必去酒吧，千祈唔好錯過啊！